時代、跨越地域嘅凝聚咧，正正就係我哋中大人最珍貴嘅禮物。我哋中大咧喺全球31個城市就擁有133個校友會。呢一啲數字背後咧，其實係凝聚咗好多大家嘅努力啦，校友之間嘅互相扶持、守望相助。歡迎大家出席2025中大校友日嘅開幕禮。今日咧係特別要感謝香港中文大學校友傳承基金，因為你哋嘅付出同埋堅持咧。傳承基金到而家為止咧，已經係累積籌得係近1600萬嘅港元。咁第日咧一定會係越嚟越多嘅，我哋知道。未來咧，咁等我哋繼續以中大人一家親嘅精神，攜手同行，發揮正面嘅影響力，延續我哋中大嘅光彩同埋驕傲。